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说到了台湾客家人在日本生活，个个表现都非常的杰出。一位肠胃科的医师杨朝明住在日本神奈川县，他所开设的诊所在当地医疗排名前10名。闲暇之余，他就喜欢拍拍照，而他期待有一天能够走访客家庄，追溯根源。坐落在日本神奈川县的大和市，这家肠胃科诊所很有名气。院长杨朝明忙着看诊。今どうですか？いいですよ。安定してる。はい。一口流利的日语，听不出来他是台湾客家人。是的，叫驚，辛苦，謝謝，辛苦。这一天恰巧日本关东重政会会长周子秋来访，他笑开怀。第13届他得到冠军，就是看见同乡，杨朝明立刻放下工作，分享近况。家庭医生，他拿出一本医疗评鉴书籍，很骄傲地说，在神奈川县，他的诊所排名第10，是客家人质朴耐劳的个性，促使他能够克服陌生环境。那就慢慢来克服。我现在既然来日本，我就要照这个日本的习惯。坐在杨朝明旁边的是夫人黄寿美，也是日本关东重政会的参事。两人常常举办客家妇女会或义诊服务，最常用客家话聊天。他们希望下也会说。我回去他们都不会跟我讲客家话，为什么？他们都是讲国语的，我们台湾的小孩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客家话应该要多。这3张是今年得奖的，在哪里拍的？在鹿馆。闲暇时，杨朝明喜欢旅游拍照，他是国际级业余摄影师。这几幅晒面线的照片，拍出台湾乡土情。他期待能拍客家庄。很高兴很高兴，因为可以宣传我们的台湾。有这么好的地方，这样，好像是，要请日本人来观光的时候会参考，这样子。你有拍客家的东西吗？很少，我有机会，我想回去，照客家的相片这样子。快门一按，记录海外生活。杨朝明调侃自己，人生的一半都是在日本度过。不过他对客家的情感没有分上半场或下半局。诊间里的贴心问候赢得日本人的拥戴，镜头下的用心捕捉虏获出外人的目光。杨朝明在异乡，爱客家的心翻越千里，谱写感动时刻。